追杀！混账！这个妇人胆大包天，竟敢私传老夫令符。母亲，这是你弟弟公子荣给我的。蓉儿怎么样了？蓉儿现在处境艰难。楚王把他弄到云梦泽与夷狄交战，缺粮草无后援，只靠他带着将士们苦苦支撑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一心牵挂我的安危。临来燕国之前，我想方设法和他见了一面。当时我们俩商量，如果你在燕国待不下去，就想办法回楚国吧，一切我们来安排。你们都不易，我没有什么不易的。皇妾无家眷，无拖累，无牵无挂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是孑然一身？我也并非情愿形影自守，只是还没有寻到情投意合之人。何苦要委屈自己？有人能帮子歇知冷知暖便好。可我更想我的身边人知我懂我。是月儿夫人。咱俩说这个就客气了，更何况这些年你在秦国也不容易。秦王嬴驷，他对我很好。秦王盖世英雄，识得你，珍惜你。秦王高识远见，对芈月有知遇之恩。若没有秦王，芈月始终是个见识普通的小女子。跟着秦王，月儿才长大了。未遇见秦王之前，月儿只知看重儿女之情，白水见心，清澈如新。结识秦王之后，才知这世上还有另一种高岸深谷的情谊。高岸深谷，月儿说得好，秦王定是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所以当日月儿才割舍不下。但也是从那日起，月儿便知，这天地间，我亏欠的最多的人，便是你。我希望月儿把秦国当成前生前世，从今往后，你是否愿意跟着我，重新再活一次？你说廷尉右丞被杀，芈夫人带着公子季出逃，该是事出有因吧？大人明察，陶尹大人一家一夜之间丢失诸多珠宝黄金，有人亲眼目睹，盗贼将赃物运送至西市芈夫人的住处。右丞大人得知案情，带人前去盘查，孰料那芈夫人凶悍异常，一语不合便拔刀相向，右丞大人命丧黄泉。那右丞大人出门办案，难道就没带人手？带是带了，一些兵士，数名官吏，但是抵不过芈夫人人多势众。人多势众？据老夫所知，那芈夫人已落得一贫如洗的地步，除了身边的2个女婢，并无他人跟随。怎么，她突然发了横财，在西市招兵买马，一呼百应了？对了，
对峙期间，那楚人黄歇赶到，后来还有西市的游侠剑客趁机滋事，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些胡人，大开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老夫都明白了。这个妇人不听老夫苦苦相劝，竟敢冒天下大不韪。大人，您是说？我是说，那个米夫人一介妇人，竟有这般的胆识，这般的谋略。西市游侠、边戎胡人都被他轻易收服。当年齐人犯境时，老夫若有他这般胆识和手段，击败敌寇，可不易如反掌了。大人说的甚是，所以国相夫人也是心急如火，派我速速前来禀报。如今公子季母子和黄歇等人已经逃出了蓟城。且不说城内外一片混乱之势，稚子出逃本是大罪，杀人越货更是罪上加罪，亡命之徒丧心病狂。如若中途再有人接应，局面恐怕很难掌控，还望国相大人尽早定夺。夫人可派人去追击？是，夫人雄才大略，判定公子季母子必定逃往至楚国，当即拿出国相大人的令符，一是派人前往齐国，请求齐国协助燕国限时追捕，事后承诺必有厚报；二是派人带信去秦国和楚国，告诉惠后和楚王，诛杀公子季母子绝不可手软；三是急传田将军入府，即刻带兵前去追杀。混账！这个妇人胆大包天，竟敢私传老夫令符！来人！相爷，备马！我要马上回蓟城。是。哎，国相！你们这些阿谀奉承的小人，把老夫害惨了！国相，国相！母后，苏秦拜见大王。先生请起。谢大王。侄儿，我们要立刻回蓟城。母后为何这样匆忙？米夫人出事了，有人诬告公子季母子行盗，逼他们返出蓟城。眼下，国相夫人私自调兵，追捕公子季母子去了。来人，去请国相。是。禀议后，国相派人前来禀报，说因政务紧急，连夜赶回蓟城了。什么？国相匆匆离去，必是与米夫人之事有关呐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准备返回蓟城。是。侄儿，赶紧收拾一下。来。义渠君，月公主，你起来了。抓我们的人马已经离我们不远了，我们必须要立刻动身。此处往西南，快马扬鞭2日，便是东湖地域。过了东湖，就是义渠。我与东湖一直交好，只要我们到了东湖，便可以安然无恙。谢谢义渠君好意，但月儿打算就此向东，先到齐国，然后再想办法回楚国。去楚国？是。此处离齐国至少要走上8天的路，而眼下燕国倾全国之军力在追杀我们，我们就这么点人马，半路遇上燕军，必是凶多吉少。哎，你别告诉我这是黄公子的主意。义渠君对月儿情谊深厚，10几年风雨飘摇不曾有变，但楚国是月儿的母国，月儿的兄弟此刻正在楚国等待月儿。我心思已定，还望义渠君见谅。兄弟，公主并非只有一个兄弟，在义渠有一个叫白起的弟弟，他也正眼巴巴地等着与自己的姐姐团聚。当年，公主与本王以死相拼，就是为了这个黄公子吧？而如今，公主不顾自己跟孩子的性命，硬要责难弃义，还是为了他吧？你错怪黄公子了。
去楚国是我的决定。质子出逃，犯了大罪，何况我们在蓟城闹得天翻地覆，燕国必然要追捕我，秦国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眼下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义渠君侠义肝肠，芈月感恩不尽，但我不想再把你带入险境之中。公主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义渠君是贪生怕死之人吗？行，不就是去趟齐国吗？我陪你。你这又是何苦？他黄公子能舍命陪你，我为什么就不行啊？为了躲避追兵，我们只能走小路，不能走大路。准备吧。相爷，夫人呢？哎，夫人出门了。出门了？这么早？她去哪儿了？据说是带人出城捉拿什么逃犯。她还亲自出马了。夫人是巾帼英雄啊！这个妇人疯了，简直无药可救。母亲，你在想什么？母亲想起了楚国的汨罗江。汨罗江是哪儿？那是母亲的家乡。汨罗江很美吗？天底下没有一条江有那么美。母亲离开家那么久了，母亲想家了。吉儿不用担心，皇叔父一定会送你们母子回去的。子贤，有时候我真的惶恐，我怕这一次依旧是一场梦。多少回了，我在梦里回到家乡，但脚还没有伸进汨罗江呢，这梦便醒了。这回不会了。明日咱们就到齐国边境了。这次咱们借道齐国，很快就能回到楚国。咱们一定要一起去看屈夫子，一起去汨罗江泛舟。早知道这个人碍手碍脚的，当初就不应该光把他打到悬崖下头去，还得补他一刀。你除了会杀人，还会动点别的脑子吗？兄弟是为大王着想，依兄弟看，大王定不会输给他。这男人是什么？男人是山，女人是水。男人有了血性，这女人才会跟着他。这女人图什么？图的不就是男人为她挡风遮雨的肩膀吗？他黄公子除了能说会道，还能给他什么？昨日在白桦林遭遇燕国追兵，若不是大王和兄弟们舍命断后，岳公主他们哪能轻易脱身？胡威啊，我们来了燕国多日，也不知道白起那边怎么样了。派个人去他那儿探探消息。是。